往来皮蚵仔壳、有稻仔壳，本地拢会互当作是粪扫去单调。农业部开发真侪无同款的技术，或者农业废弃物会当个循环个再利用哦。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这个鸡卵鸭仔毋是一般的纸类，是用稻草浆做出来的。农技所表示，台湾逐档收成了后，拢有160吨的稻草，其中有80%无地坑，该当带做土壤。为着要互稻草循环再利用，农技所甲稻草加做浆，做成各种的纸鸭仔来使用，通代替济市面上的塑胶制品。原本的纸鸭仔是用咱的回收的纸来做，从阮这边这是对用稻草甲做成稻草浆再来甲做这个纸鸭仔。 另外，水试所嘛运用无爱的蚵壳仔来做人工山湖，通做观赏使用。农业部拜二举办应属农业新价值的成果发表会，农业部透过农业废物的回收、设计再利用，以创造应属农业做目标，达成源头减量。现场通看到这些成果，包括一定收成的菇包代替进口的泥土土，摕来做菜色的土吧。 以前都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处理的东西，那也造成环境的很大的负担。那这几年来，农业部一直在努力。农业部指出，尤其是台湾真侪肥料拢是对国外进口，推动循环农业除了环保，农业部嘛认为通减少进口国内瓜资源，减少碳排，增加经济效益，会当讲是1.2个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